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台中这间卖咖喱饭的餐厅，头家林家豪一定坚持逐工现做，这卖唔是咱台湾传统式的咖喱饭，是日本式的咖喱，真够工。都要先甲仁仁和大粒葱头分开煮，一定要先离过离甲春菜汤。头家过去捌伫咧江湖走跳，常常去占酒店，落尾为着因某浪子回头，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 烤的咖喱高汁，安尼甲淋伫白饭顶悬，过来甲配即落真软溜的欧姆卵，安尼一喙甲食落去，实在真有滋味。因为它的那个饭很 Q， 然后滑蛋的口感也很细滑，对，然后都搭配的蛮不错的啦。一壳一壳甲葱头甲红仁子甲糊出来。 搁用网仔来甲过滤，主要是要爱这个汤，也若只爱菜色铺，就拢爱甲糊掉。原来林家豪做的是日本式的咖喱。台式咖喱的话，会把所有的配料然后拌在一起，然后拌煮以后，然后直接调味。但是日式咖喱它属于它的工序比较复杂，对，需要经过不断的过滤再过滤。咖喱一边还阁无够。 爱阁换用即落烤较密的网仔来甲过滤，就爱安尼做出来开口才会好。也若即个林家豪伊会做甲遮尔啊够工的原因，其实是为着要满足因某颜如真的开口。因为我觉得去日本咖喱很好吃，但是我不敢吃台式咖喱。我说你要做到跟日本味道一样，我就敢吃。林家豪伫个厨房内底无用试试咧做研发，看到是一个真标准的好红菜。不过伊较早就唔是安尼哦。 年轻的时候，就是国中毕业以后，就没有读了，因为我本身就不爱读书，喜欢搞有的没的。后来就是几乎都是夜生活，跟爸爸一起生活。少年人袂晓想，规工咧弄榴莲，嘛有红衫穿一半，拄着真侪危险的状况。尾啊有福气去拄撞到即摆某颜如真，安尼才互伊决心要来改变人生。父母也老了，对啊。 然后又遇到现在这个还不错的老婆，对啊，整天也不可能让他骂说死流氓，对啊，所以会想要就是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。我觉得人只要会改变就好，因为我自己当老师自己知道，有小朋友很皮啊，那就像他一样很皮，但是他能改过就好了。做料理的时阵，林家豪足自信的，嘛早就无较早迄落佚佗仔的煞气。伊讲忝罔忝，不过伊即马所有的是较早唔敢笑想的。就一句话嘛，要学会放下，才会得到更多。伊放下落身，甲朴素脾气甲改掉，安尼得到厝内的人的关心，即摆生活是稳定佮安踏。 嘛有得到人客的认同，林家豪即摆已经30通岁啊，有行转来正途，安尼算是讲会晓想，食老倒有好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